抢左右，抢左右，抢左右。大哈黑，三更半夜忙天空，4点茶，偶遇是从心头痛，用苦哈密含有七七嘅唔用，煮蛋乾做麻辣牛煙葱。102，还差2块啊！不是，那一个16块，阿伯，阿伯，你安了？你怎么了？大给他干紧了，大给他干紧！周明义主症心肺气虚，开养心补肺30帖。早晚饭后吃记得拿去啦。你到镇上帮我领个钱，领5000，自己拿100走。我？要不然谁呀？你都不担心我会盗领的？嘿，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都问这种笨问题了？我爸也问过。问过，你们的脑筋实在太单纯了。你们很好是酒。平阿姨把生的，记得我们是先给蒜头老葱的，迄期最好的。嘅，俺们皮阿姨把林一比。唔知阿姨爸、老爸爸有读到吗？我听说要做连沙的。你没懂好啊，有你周盘。阿姨把这后，我喊兄妹情愫，阿爸做卖菜茶嘅用意。佢唔係為到份大家方便順沙賺錢，係為到顧大家。佢做愛當伊，就做地啲小玉，嗲種嘅聲音，又乖乖去學教務，從佢條阿爸阿姨悠閒卡務。從阿姨爸和阿婆，佢條老人家嘅身體有用嘅。
遐时代虽然进步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老情分，很像自由，那种传统的卖菜茶酱油，很像那张的阿爸做卖菜茶最重要的演员。狗毛子，你太会呢。哎，原来年年好凉咧。哦，我啉一杯，你冇同我讲哦。穷下啉啦，哦也一百零比。好，来。声音哦。干杯！离开嘅人越多，留下来嘅人就越重要哦。自从上次开完会过后，这几个礼拜以来，大家都对我们的地方创生计划有很热烈的反应与讨论。很多声音我们都听到了，也有乡亲提出了新的计划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大家的意见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一致。而新提出来的计划也有可参考之处，所以我们在顾问团队以及各位里长的讨论之下，我们决定先暂缓执行计划。而取而代之的呢，我们将会延长准备时间，加开各种小型会议以及研讨会，综合大家的意见，在没有完全达到共识之前，我们不会贸然执行。而未来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热情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以及各项会议，一起决定出属于我们的最有经济效益的地方创生计划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大家团结一致，不要伤了和气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你要离开？嗯。下周星期二就地提供所有暂缓计划决定，所以总公司决定把我调去其他专案，明天上海航播。该交接我就交接给 C 里了。还谁啊？你不会听名字，所以还麻烦你讲。那我到上海再跟你联络，有事先发供。歹势。也有上过诶。难道是真金没办法过继续？安尼对外头应该会较好。那么，为到一只唔求上进嘅女朋友，开到太名声求款上嘅太好前途，看唔会听大宋，这样我们都不会快乐的。
谢谢你，陪我度过我的青春。是时候该说再见了。我从来就冇想过是要陪你行嚟社团的天天。好，给听。这个。唔通乜嘅？那他新的案件吼，嘿点名集合啊，大家只要按一下，就做对扣音机跳出点名成功的图案。这就是我们小孩在玩的什么脸书打卡那个哦。嘿嘿嘿 ，Q 啊，哎，大家注意哦，早上8点到晚上9点，连续点名1礼拜，来朱松200抢彩。我讲过。这个老二呢，当因的老二呢点2下就送抢彩呢。嘿，唔过，我连续1礼拜哦。连续1个礼拜啦。连续一个礼拜。试有吗？咁问题做点问哦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有冇？啊，有哦。嘿，有诶。嘿，走。除店家哈搞太家嘅点名几点之外，还有就迄俩缴费，听咪哈，俺就做的老太家天数缴费，像是瓦斯、水电、手机费都可以。用起码去钱就给好咧，系嘛？无啦，无按寄啦。听俩吼，就会预约缴费，俺就会去请你拿钱还有收费单。哦，那这样你也是麻烦的呗？不会啦，就是啥嘛。太家没做的啊，用 App 的指示哈，老缴费单拍照传上来，那我也可以用呢网络的方式帮大家缴费，你们也不用这样跑来跑去了。哦，这厉害啊！方便啊！哦，今麦就最方便的啊。哦，哎呦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有没有问题就做点问呢？点名几点还有缴费的案件，按呢你有谈些什么？有问题做点问啊？你还嘛个呢？啊，你好，嘿，卡拉 OK， 上爱去雅木卡唱歌的，听了，哎，就会视察来。买歌的都有哦。有更新。啊，有去的。你啊？嘿。阿婆，你家下唔係講上水麼？啊，如果唱唔是水的。好。所以娘妹一餐同老婆唱歌。錯啊，人哋行過技起動作。看唔出來，老婆仲有體力。好嘞。啊。可以，貼看一下，來適量誒。
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歹势啦，麻烦老阿长。啊，唔是这样啊，嘿，太讲正位哦，唔是前父母，系阿用hen呐，你 happy 我 happy 啊。做唔得啦。哦，我再讲吼，同太讲正位收钱吼，唔系阿 style 啦。阿姨，真嘅唔是啦，下礼拜考试总欢文老矮规定每个礼拜二四做行动水电工，老太家做唔是钱嘅检查，有东西爱涨，自输了的钱就东西家，迄行动水电工替个检查。安尼同好呢，行动水电工，也要弄人家，应该要动听哦。懵咯。唔过，也得要较辛苦呢。唔会啦，挨着数间叫钱嘅，无差啦，错冇？哎，冇错，唔会辛苦啦，有太讲正位嘅支持吼，都较冇辛苦。错啦。你到底啦？有件事想老你就讨论一下。上摆俺唔系有讲，想为阿姨爸做条马街，还有想法的。哦？你就做条人爱天数嘛？哎，安坐。安坐。哎，安坐。 OK 吗？还好，想不出来要写什么啦。小秘密。在我下。写小秘密，没有什么秘密啊，人生很公开。哎呦，爱写嘛该啊，想到跳哪憋憋滚。你就想下马街，你就下马街啊！你去嘎给也还骗你的故事，你都做得下。么你就老给当做一个故事花园，你天马行空啦。天马行空，同我讲哦，你写嘛该来看。冇爱，咱爱个闭面呢，我要本你看。闭面你还闭面呢？来看一下呗。OK，我写好咧，我叫内行啊。现在啊，有 V 的就做地瓜。是唔得？我爱掉头太假，看得到嘅猥琐。按相本睇下看，眼看你想乜嘅？我啦，我啦。哦，其实我和佳慧的第一次，不是在音乐教室，是在体育器材室。我该啊，是唔得笑。你就按相本大家的，你就要做到那个事情哦。说啦。你唔惊佳慧会放你个屁哦？错。错哦，夹改啦。哎呀，快来快来。唔伫见笑，你个乱写。姐，你想乜嘅啊？你知道弟弟嘅什么街啊？唔知啊，唔知道叫佢想乜嘅？因为要去马街留小花吧。应该系啊。妹啊，你看，这你写阿姨爸的故事啦。你讲哦，伊进前办社区报的代志。哇，你上尾写迄2年前啊，要拍苹果店输迄个故事呢？那老公还来给写呢？没想到家长农夫的，要按关心太家。爸爸，你看，这上面写我国小5年都考第1名的事耶。看起来也几把懂成功的。大家唔单将交流自家嘅故事，还把阿姨把老太家写嘅故事传出去。期盼了发通之前，会经常长老一个时间，无法度老太家沟通，喺东江根本连本无人来。唔会啊，你看，你已经寻到老太家交流嘅方式。正经动感车，大家本来寻到作品嘅方向，也本来有信心，去申请出国留学。已经申请了。刚通过英国2间艺术学院的初试哦。接下来就等面试，
加油哦！祝你顺利考上。哎呀，拜，一听做的。可以啊，来，看嘛，看好啊，看好。有冇啊？有冇？哦，很健嘞，我讲啦。哦。也本来有心情，一身像出轨留好。加油哦！好，真好，集团哦，快起拍嘞！加油，继续战，加油！哎，顺亲妹嘞，哦，前面哦都顺利起上来嘞。点点啦，唔好抢我讲啊！好啦，加油，玻璃啊！ So, what's your strength? I'm a passionate person. I really enjoy trying my best to find a good way to express my thought in the arts. And what's your weakness? Well, I was not good at working with others. I would prefer to do everything by myself. But I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how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is. I'm working on improving my communication skill, and I will enjoy sharing feeling and thought with people. 差唔多了。Fighting！ Hello. Good morning. I'm Wenxuan Huang. Nice to meet you. 苏醒，雄起来，雄起来！没看文献呐，王毅啊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，加油哦！你根本人爬坡冲刺真的成功了。有啊，真嘅无简单呢。这动厉害呢！之前唔肯用的练，就骑唔上去。不过，张成功一拜听听，比赛嘅时间还有动强诶。你师兄暗斗，你就稳稳的骑，一定可以一个接一个克服。希望哦。啊，我真运动想让你强下抵达终点哦。我一听不动你懂放弃。系啊，真紧做得强下就好诶。哎呀诶，我注意到时间。真紧诶，讲安久诶。应该要动忝的吼，卡速就会衰啦。你没黑哦。这后天的逍遥游车赛，向下加油了。好，向下加油。晚安。晚安。李玉农 ，OK， 来，谢谢。徐永祥，
看呢。好帅哎，我第一首歌要点500大歌的，第一首就包点500个。丰益啊，丰益大球面，丰益大球面，丰益大球面。球面啊！这是干嘛的啦？一点点。那你呢？在隔壁。对，都在中部，常来常来。狗毛子，43加油哎！就找我，我是连长阿娇，找阿娇赢。对，好，会记你哦。加油哦！加油！爱生你啊！不会啦，唔是笑啦。中华加油了！你会尽量甜甜。飞起来！哇，加油加油啦！加油！秋葵台上线，逍遥游山，见血开启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你做对吗？做对啊。没关系啦，我卖会勤力做对啊。做对，你先走啊。我的本爱样样多，安尼要较正。好啦，今日去前面等你啊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憔悴。
加油，还有1/4哦！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阿姆呢？啊，来，你去器材，再挨去看哦。哦好。唔是啦，我会相信佛伊，去做的。嘿啦，等一下，那个，那唔系佛伊啊？用的喏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用的么？小心。来。没喊黑没办法，喊查细分子炎。已经动厉害诶。嘿啊，比同多年还较强。哪有啊？硬去最后一站呢。有乜解关系？都条选，咩系第一名？阿姨，你们等一下再聊好吗？我先送他去急救站检查他的伤势。拜托你们。没事啦哈，没事担心啦。来。会啦。阿娇子，冇事啦，冇事啦，阿娇子。3%哦。哦，懂厉害啊！不是辅助轮没做的，俺就提啊，只要你肯做，你就一定做得到。不过，俺冇完成比赛。莫管嘿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想一次把它完成，多花一点时间，慢慢去享受它。按呢没懂后啊，真紧。虽然你每走一步啊，都只有别人的3/4，可是一辈子很长的嘛，慢慢来，莫管嘿。只要你肯走，你也会有你的终点站的啊。讲事情简单，你咧，讲就就这。哎，越来越会顶嘴了。老阿妹还有姐姐好给啦。哼，俺丢题哦。据说呢，买先哈。安哥，我去哪里？打牌啊，3缺1，人家在等我啊，不能够让人家等太久。按久冇见面，就顾得打牌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忘了跟你讲，你把我那个卖菜车改得很好，中奖。你有中意吗？中意。早知道啊，早一点给你改，我就可以开着车子到处跑了。记住好，俺很惊，因为冇中意。不用讲，放手去做，俺会支持你。你心情当好啊？你做嘛？佢哦，有酒船哦，竟同爱笑。
拢有管。爱看哦，迄情敌嘅威胁唔见摕咧。有看上是因为条路嘅关系，暂时离开好无？唔系，文轩根本人会讲，伊就已经分手的哦。有样哦，啊你做嘛喊头龙啊？夹夹去告白呀，夹夹去告白啦。哎啦，伊条涨分数唔是按夹啦。当然爱夹啊，拜托，墙头相懂懂。冇唔错，叫什么也最重要嘅系嘛该？行动力还有时机，人家还2个队友啊，你喊唔起？我看哦，二条根本就是想看好戏啊，完全唔顾人家嘅心情，免唔顾硬要被拒绝么？无要紧啊，唔是紧讲到哦，伊答应是好啊。来看你啦，你也没讲，给没讲，嘛该都讲。等一下，一个喜帖变成你的请帖。哎呦，甲一部怎讲啦？哦，走啦！走啦！夹夹走啦！走！哎呦！哦，走啦！我唔懂法，走！本来是甲做家庭好无啦？哎，走啦！哎。哎，走！走啦！走啦！东西准备好嘛？还有无带到的无？准备好诶。假使唔记得嘅东西，让人会寄过来了。唔老到运费多便宜，想寄就寄哦。比起运费，应该会唔攀登我13年啲嘅片，没衣服穿，没东西吃吧？俺太人嘞，我出国嘞，还晒奶哦。真期每ngày落火雨，看文送去哦。唔是啦，没讲好诶，唔着送爱，我会唔攀登。你这片13年，要好好照顾自家，让的无限，只要记得吃饭哦。唔咩，我照顾身体哦。注意身体哦。好嘞，差唔多嘞。应该好了。嗯。拜拜。溥仪，你用啲啊？我有东西爱问你啊。东西？你按你总电来，就会飞到拿 iPad 本来。无啦哈，迄味道了。呀嘿，故事书。你哪叫做诶？你做故事书做到一半嘅时间，我就开始架设网页。初本按部总算做好诶。你不会嘛该不会想做了？迄味道还一把老太家。我还有老网页连接做成 QR code， 这样只要用手机一扫，就可以连到这个页面，看到全部的故事。阿姨爸一定会懂欢喜。以下的故事
做得文汉较多人看到的。唔但将你俩下看到的掠到故事哦，连汉游让你设成管理员，你就做得随时上网更新内容了。我家下本来想爱笑你，黑眼圈超深超丑的，没想到你为到了伫熬夜赶工，安子说。唔会啦，我还有一只好空爱本你。后空。这个管理员的页面呢，这边有一个连接，你点进去之后会要你输入密码，密码给你个啥呢？我的。会为到本你啥物款的？你全部就迄凶诶。唔还记得我老人讲的故事哦。虽然爷爸海伦唔差，教你做凶的，不过你下有大家做凶的本事，希望做得让你天数请到灵感，本你做出世界上我爱的凶的。安子姐，我很感动，谢谢你。加油哦！我会印册底下为你加油的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警察，妈妈，你做咩办门啊？做乜嘅？我说切嘞。哪个切的啦？下手。系什么嘅？我的作品很头嘅，之前误会你，对不起啊。来，我教你。往前推。哎呦！我说。不是，我中英语，我真认懂中英语，我男语。哎呀！哎，按坐哦，按坐。按坐。来啦，唔是送信莫叫字，分开去签字嘅。嘛该啦，哪又冇叫？我抵你好面子啦，来啦。喏，还有你个信用卡。我的信用卡怎么在那？还有江你？这家人家嘛该家，我系你最爱个阿姊呢。哎。你要来干嘛？你哪去读马该？冇买马街，就系2个月以后往英国的机票，名系娘嘅哦。哪个？英国？娘诶，冇啊，阿娘就做得去度假，还顺路去请文轩呢。
倒摆可能那个太戇久哦，哎就笑，因为饲唔到細妹的呢。用的啦，愛無？哎，千爱富诶，爱当然爱去。那用脏臭啊！你先好好老爱做呢，东江你就走得去找你的真爱。好啦好啦。你情意不易，来。好啦，来。阿姨，即摆是唱歌还是你爱啊？爱帮诶！爱帮诶！你是谁叫？你是谁叫？啊！这里下水你们的爱蛋都冒出来！干嘞！叫我车！三倍1，女的，忙出来哟！忙出来！别丢啊！干啦！别丢啊！如果一路上走在穷着一条水一条水，便爱翻译。神的迄粒亮亮，夜空遍都金只真啊。点做小镇的风，故事沙戏看就多。心中。